测试，测试，测试。亲爱兄弟平安，咱今日是特别的一个主日吼，就是大众传播的主日吼，咱来唱这两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这首诗这首诗的这个作词作曲吼，是这个克拉拉斯科特。你看伊年代就是伊是19世纪末，19世纪末一个女性这个圣诗的作曲作词的专家。伫迄个年代有一批可能7八个拢是女性的这个诗人啦吼。但是伊是第一个有出版这个圣诗集的这个诗人，所以咱这首歌旋律足优美，嘛会当呼应咱今仔日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个主日的主题，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因为咱现今的世代，五花八门，乱糟糟，媒体讯息足混乱，总是咱做耶稣的军队者，咱就要常常祈求上帝，互咱目睭常常会当光明，会当看见上帝要爱咱扮演的角色是啥物。咱的这首诗咱算熟，所以咱请琴来甲咱弹这个前奏。第一节，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的真理，以我尽量，以了所思，以为怕开就成之意。我恬静地听下你，我心变变爱你真实。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
听他分享神爱，但我定真的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开我嘴唇，予我保佑一生的心。第一在讲开我的目睭，我看见；第二在讲开我的耳孔，我听见；第三在讲开我的嘴唇，敢若看敢若听无够格，咱来传，咱来传。第二首是圣诗，444首，主你调明河顶清楚。第一站，主你调明河顶清楚，愿主心愿意，叫你的归来，我来心灵被最万物主宰，他的祈福我心，为你我都心爱。第二站。耶稣万位基因调皮，当大干无高低，谁就阿明叫我心里听心我那家对自己，有命要谁对他，修托卡你心灵的三站。关心阮好心多所行，做爱互伊用行。伊无心地愿着下心，才会空辜付出命，让阮无可心伤，也当主永远。第四站。主你交代阮所着罪，无论单独岁月，谢谢当面有你相弯弯无听也把有梦，心给罪过光弯，救赎公路完全。这首诗伊的歌词是对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讲：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啊，治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用这来做咱今日的礼拜开始。今仔日是大众环保奉献主日，奉献袋啊，伫咱的座位的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
我要时时阿罗上主，阿罗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神要因为上主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阿罗上主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三甲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94首。194首，请起立。为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你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以为拍开主圣旨，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来你指示，为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心，为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因你的声那真欢喜康，大行富家微微过来，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来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听见至圣的心，开我嘴唇，互我意爱，保传真理到你所在，开我的心，互我的美梦，因主听他
变变来你之心，开我嘴唇，互我保养至圣的心。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46篇，伫经文第14篇，咱做伙来应答上帝的话。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花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花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阿罗甲感谢，你是全能至权、永袂改变的主，你的公义甲慈爱永远伫地。伫这个扰乱不安的世代，面对世界局势甲台湾所承受的各种压力甲危机，阮仰望你，恳求你施恩怜悯，亲自保守，并且来看顾、祝福阮的土地甲百姓。主啊，阮来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拢袂改变，你施恩的手一直扶持阮，引带阮伫你的道路顶面跑走。这个时阵，阮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过去一礼拜中，阮伫言语、行为以及心思意念上所有无清气、得罪你、得罪人的所在，来向你认罪悔改，恳求你赦免阮的过犯。用保惠来清气阮，恳求主继续修剪阮的性命，互圣神常常甲阮同在，也互阮每工得到对你来的快乐，活出更新的性命。主啊，阮也为着上山教会正向的姊妹向你祈祷。今仔日阮同心组织伫你的面前，承认伫教会服侍甲福音的传扬顶面，阮抑阁亏欠侪侪不足。恳求主赦免阮的软弱，搁一遍用火来点导阮的心，互阮更加忠心来回应你的呼召。阮特别将今仔日的大众传播主日恭敬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你亲自这圣神甲张牧师伫地，祝福伊所传讲的信息，互伊所查考的经文，甲所分享的真理。会当深深进入阮的心中，毋但互阮会当明白，互阮会当记住，会当实践伫阮的生活中，互阮伫新的一礼拜行伫下主心意的道路顶面，
最后恳求主的圣神亲自保守，因带我看过今仔日礼拜，一切拢归荣光互你。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祈祷吟讲。고구원레라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12章第10到10节。第10节，迄个地拄着饥荒，亚伯兰落去埃及，要伫遐暂时徛起，因为迄个地饥荒真大，将混入埃及。就对伊的某撒来讲：“我知影你是面貌好看的妇人人，埃及人看见你时要讲，即个是伊的某，因要杀死我，来留你活地。由你就讲，你是我的小妹，互我因为你得到平安，我的性命也对你来得到活。”亚伯兰到埃及的时，埃及人看见迄个妇人人极其水，法老的人神看见伊，就对法老侮辱伊。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伊入法老的王宫。法老因为即个妇人人就好款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到羊、牛、公的驴、奴仆、女婢、妇的驴，以及甲骆驼。上主因为亚伯兰的某撒拉的缘故，降大灾祸伫法老甲伊的全家。法老就叫亚伯兰来讲：“你对我所做的是甚物事？啥事无甲我讲？伊是你的某，啥事称伊做小妹？你甲我将伊带来做我的某。当你的某伫遮，通带伊做你去。”对迄碟。法老为着伊来吩咐人，因就将伊甲伊的某，甲伊所有的拢送伊去。请张延凯牧师讲道，题目是伫各种声音中应传达的声音。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以及教会接纳，互我伫今仔日大众传达纪念主日时。代表团部中心伫这所在，甲大家请安，甲大家谢谢。因为教会兄弟过去久长时间，一直对团部中心真侪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看到团部中心是咱长老教会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机构，因为咱知伫咱长老教会伫台湾这所在定军开始，咱真努力这项代志，都是互信仰定军伫台湾这个土地，嘛尽咱的气力。去帮助真侪人毋捌信仰的人，传达互因知影，到底咱信的是甚物？到底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咱信仰所认捌、认知的生命世界到底是怎样？这久长以来，就着纸本，因为时空环境变迁，就着先纸本，渐渐进入到第4代。咱看到即马时空环境变迁，即马又搁转型伫网络顶面，用真侪方式来帮助真侪人来认捌咱的信仰。其实嘛，借着即个平台，嘛，互真侪兄弟会当坚固咱的信仰。所以借着安尼，借着即个传播中心的事工，伫网络事工顶面，互教会兄弟以及真侪教会以外，则毋捌基督信仰的遮兄弟姊妹，拢有机会搁较认捌咱的信仰，搁较有机会会当清楚明白，伫咱的信仰内底所看见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到底是怎样。所以感谢上帝，咱教会兄弟久长以来的支持参与，嘛邀请咱会当继续借着咱的奉献地啊，来关心这个事工，为着这个事工代祷甲奉献，邀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上帝，阮深知，阮正做个囝儿是极其有福气的，阮犹原深深来明白，这福气毋是要互阮家己摕伫手头尔定。这福气乃是要借着阮的性命，借着阮逐种的气力，继续会当保养，互世界众人拢去明白、听见上帝声音。上帝恳求你帮助，就着早起阮的组织，搁一遍借着你的话，互阮听见上帝声音。阮明白上帝声音了后，阮会当伫阮的性命、阮的生活内底清楚了解，阮到底要怎样回应上帝声音，要怎样继续传达上帝声音。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毋知咱在座兄弟对早起起床到即马，你听到偌济声音？
有可能咱拄仔有听到金色的声音，有听到祈祷的声音。除了安尼以外，其实回想一下，早起到即马，你有缘听到真侪声音，有可能听到你坐公车、坐捷运哔哔哔的声音，有可能你听到经过早餐店人甲你叫帅哥的声音，有可能你伫生活内底听到真侪真侪这声音。这声音毋若是声音，毋若是所谓的频率音频尔定。其实这声音内底有缘有真侪伊要传达意涵伫迄个内底啊。其实毋若是听会到的声音，有伫传达一寡意涵。其实有时一寡听袂到的声音，虽然叫做听袂到的声音，却是那亲像声音一样，有缘伫传达一寡意涵。比如讲，你有可能看到一个人，可能看到咱教兄弟面悠悠，检查伊无出声，却是伫咧面悠悠的内底，已经传达某一种的声音，传达出伊哀伤，传达出伊的困苦啊。所以其实伫咱的生命内底，有太侪声音，听会到的声音，听袂到的声音，其实拢在传达一寡意涵、意念伫内底啊。所以伫这声音内底，咱到底听到的是甚物？咱到底要怎样回应这声音？咱到底听到这声音了，咱要怎样继续将这听会到的声音、听袂到的声音，要表达意涵，咱要怎样继续来传达出去啊？其实这嘛真做你我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一个真要紧学习的部分。早起咱所看这段经文，我相信嘛是袂少咱的兄弟真熟的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内底，咱做伙来听这段经文内底要传达的声音嘛。我相信这段经文是咱这兄弟咱真熟的经文。咱看这段经文是阿伯兰上帝呼召伊离开伊的故乡，叫伊去到上帝应允的所在。阿伯兰带伊的家伙规个来离开故乡的时，我碰到饥荒，无物件通我食，所以因就安那活到埃及迄个所在。要来到埃及进前，阿伯兰安怎惊讲伊的某伤水？哇！阮某伤水，死到迄个法老伤低高要安怎？啊，该抢去了啊！抢去就准煞，有可能我的小命会不保啊！所以阿伯兰甲因太太撒来讲，啊无安尼啦，你著甲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安尼你我咱拢平安无代志。经文内底看去，确实代志都亲像阿伯兰所计划安尼来进行，却是因为法老，因为去年受到上帝处罚，才知影讲好啊，原来你用这招，了就将伊赶紧赶离开埃及这个所在。这段是咱真侪真实的经文，但是要邀请咱用声音的角度，搁一遍来审视这段经文，到底咱有听到什么款的声音？伫这声音后壁，到底要传达什么款的意涵嘛？经文内底其实，如果你搁一遍看经文，还是你印象真深的时，你听到什么声音？查甫人的声音嘛，男性的声音嘛。首先，咱听到什么？阿伯兰的声音嘛。伊讲好，咱行，咱就行。伊讲啥？好，咱来去埃及，咱就来去埃及。伊讲啥？你爱甲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咱看到阿伯兰的声音嘛。为什么头前经文拢是阿伯兰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伊有权呐，因为伊有权呐，所以因为伊有权势，伊有支配的权利，所以一切都照伊的声音来去进行啊。伊讲要安怎，就是安怎。要是咱看到这真趣味的代志，啊，别人有权，伊有声音，真洪声，伊会当话起话倒，搞。可是无偌久，咱听到什么？另外一个更较大的声音又搁出现啊啦！什么声音？法老的声音嘛。因为法老的权比较大，
所以后壁人呢，就点无出声啦。结果是啥物？法老的声音来出现啊啦！法老的声音讲啥？将伊来做我的某。法老的声音讲啥？来，物件拢赏互因。法老的声音讲啥？拢离开。法老的声音愈来愈大，压过阿伯兰的声音。是物？因为伊有权势啊！伊的权真大，所以声音就大，声量就大。较趣味的是，伫遮有权有势大声、红声声音内底，又搁出现真趣味的声音，迄叫什么？叫做附和的声音呐，搭腔的声音呐。什么附和的声音？翻到身躯边遐个人的声音。看到煞来水，哦哟，这个姑娘水哦，好哦，这个水哦，哎哟，发到你娶来做某，偌好咧！又搁有啥物声音？当因发现讲，原来煞来是阿伯兰的某时，这个声音嘛伫惊讲啥？哎哟，恁即口走的人太安尼啊！哎哟，太安尼去设计陷害阮的法老啊！赶紧离开！这些附和的声音，其实嘛伫经文内底来出现啊。其实这个声音，某一个程度嘛代表什么？他们去附和权力啊，依附权力，所以因有法度来出声。所以其实一段经文内底，伫这真侪声音内底。咱看见一个千古不变的一个事实啊！什么事实？有权的人都有法度来出声，而且权势愈大，声音愈大愈洪声。可是咱犹原看见，而且真大声后壁所传达的是什么？为着要满足家己的利益啊！为着要家己的私欲，要去达到我所期待的时，哇，声音就大声。因为一切声音拢是要符合我的期待，我的需要。经文内底看起来拢是这查甫人的声音，可是伫经文内底犹原点无声的声音，是咱看到经文内底女性煞来，伊的声音咧。经文内底，咱如果斟酌看，哇，煞来拢无声音咧，煞来拢无声音咧。但是正兄弟，这无声音就代表点无意见吗？当阿伯兰甲煞来讲，你爱甲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哦。煞来无出声，安静无声。但是你安静无声，减无意义吗？伫这无声的声音内底，减无要表达的意涵吗？有可能是郁卒、艰苦、无奈。当煞来伫法老甲其他的大神的头前的时，人讲哦，有够水的时，煞来犹原无声。这无声，减讲伊伫表达讲，对，我知我足水。啊，这个无声内底犹原有真侪无奈，我当做一个商品伫咧所在，让人家指指点点。当法老发现讲伊是阿伯兰的太太时，法老叫阿伯兰来时，迄个时阵，法老减骂伫煞来头前，你骂伊讲恁哪太安尼？迄个时阵煞来犹原无声，伫这无声内底表达的是什么？我嘛无法啦，阮翁叫我讲。我是因小妹，
这无声有缘有代表，无能为力啊！因为我只是一个棋啊，尔定，煞来无声，某一个程度传达真侪无奈，真侪哀伤，甚至伊要哭，法度。这细微细声音，甚至到无声的状态，听起来无声，却是减真正无声音，也是这声音已经互人忽略去，也是这声音互伫有权势的人的面前，真自然该忽略去，真自然该删除点点。你莫讲话，咱看到真侪无声的状态，其实代表真正因互有权势的人压迫、吞噬，直到因要哀、要哭、要喊话，拢无法度出声。这其实嘛，咱看到一个千古不变的事实啊！伫任何时代，拢充满真侪这种无声音的声音。而这无声音的声音后壁，所传达的是什么？哀伤、困苦、无奈，甚至这无声的状况之下，要真大声来喊话。却是互人压制落去，该喙凸起来，互伊哀嘛哀袂出喙。如果是安尼，是啥兄弟？伫即个经文内底，咱阁想看觅，安尼上帝声音到底伫叨了？即段经文内底，上帝解释拢恬恬无讲话呢？上帝都安静无声呢？确实，我相信，咱的兄弟，咱搁一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上帝敢真正无出声？有啊，上帝有出声。上帝照着处罚法老来表达伊要传达的意涵啊！听起来，敢像无听到上帝声音，上帝无讲话，却是上帝照着伊的作为来表达伊的声音，来表达伊的意涵。表达上帝生气，表达上帝的公义，表达一个上帝要提醒人，莫想讲恁做啥物代志，我毋知；莫想讲恁自以为是，恁感觉会当安怎就安怎。上帝嘛照着伊的行动来去提醒，真侪时阵检在上帝无讲话，并无代表上帝无出声。特别真侪时阵，上帝要传达的是对遐有权有势、真强烈的指责，甚至是处罚啊！恁遮有权有势的人，恁运用真侪能力，恁手头会当使用的资源，来去压迫真侪弱势的人，互真侪已经艰难困苦的人，互恁吞打到底。甚至恁用恁的权，甚至用恁的位置，合理化恁真侪作为，抵到遐个弱势无声音的人，恁真自然甲因消音，甚至用恁的权势，用恁的游戏结构，互遐安静无出声的人，去转换成做讲，你看恁拢无出声，表示恁赞成我的决定。是啊。上帝照着伊的作为来去传达伊要表明的意涵，咱看见千古不变的事实是，上帝有缘会去表达伊的意涵，上帝有缘会用真济方式来去传达伊的心意。检采上帝改成无讲话，无讲什么。
却是上帝意涵有缘会来去传达。特别对真侪人，如果恁用恁的权势，如果恁用恁的行动来去迫害真侪弱势，恁软土深骨，恁用恁的地位来去支配一切，想讲安尼就对啊！要满足家己需要的时，上帝有缘的用伊的行动来去表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处罚，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啊！是啊，当咱搁一遍来看这段经文，用声音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咱看见有太侪声音。就是我想要搁一遍邀请咱家己，伫经文内底有这真侪声音内底，咱想看卖，你家己的声音是属于倒一种的声音嘛？你的声音是属于有权有势迄种洪声的声音，还是点点无声、无奈？一种的声音，真侪时阵，咱可能会认为讲，无啦，我毋是迄种洪声有权有势迄种声音啦，我无参像阿伯兰迄种有权有势、法律迄种政治顶面迄种有声音大声的迄种状况啦。现在咱伫这种经文内底看到啊，权力有可能是啥物公司啦、政治啦。其实我要讲的是，伫咱的家庭内底，伫咱甲其他人互动的过程内底，如果咱是伫一个关键的位置，如果咱有选择的这种的能力的时，如果咱有决定的权利的时，咱其实就是有权的啦。你讲敢有影？你想看卖？阴暗要食什么？什么人决定？其实，迄个人就是有权的人，兼毋是。所以邀请咱其实想看嘛，咱的生活内底，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咱如果是一个要紧位置。咱如果是有一个选择影响到其他人迄个人，其实咱就是有权的人啊。所以咱就要设置咱的声音，咱的声音是毋是为着要满足咱家己？咱的声音，咱所讲的话，是毋是伫压迫别人的时阵来去成就咱家己？检查咱可能想讲无啦，牧师我毋是啦。我有真侪哀伤、困苦、艰难、无奈、无助，直到我哀袂出嘴啊！如果是安尼时，请兄弟，经文内底咱看到是，上帝会替你伸冤，上帝看起来伫这个时阵点点无出声，上帝无讲话，却是上帝会照着伊的行动。上帝伫个时来显明伊的气力的时，将公义、慈悲、怜悯、疼惜来显露出来。其实有缘要邀请咱搁一步来去想看卖，咱的教会，咱所传达的声音，到底是甚物款的声音？你有可能你想讲啊，无啊，教会咱所传达的就是上帝声音吗？理论上是安尼啦，理论上教会咱所传达的声音就是上帝声音，却是咱有缘爱承认这项代志啊。教会是有做人来组成的，人的软弱会直到当咱有权的时，咱所传达的声音就无拄拄是上帝的声音。
如果咱无谨慎、无细致，当教会有权的时，咱所传达的声音是满足家己的声音嘛？咱所传达的是要将家己的利益来压到极端的声音嘛？甚至咱认为我是上帝的代言人，反倒当遮真侪声音，成做迫害别人、压迫别人的声音。你讲减梅啊？我相信咱如果对教会历史有一寡印象的是，伫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教会，因就认为因是替上帝来讲话，因就赞成希特勒这真济这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因认为因是代替上帝来去发表上帝的声音，确实实际上是为着要满足家己。有时咱有可能讲无啦，时代无共啊，即摆已经毋是二次世界大战啊啦。但是毋通袂记哩，咱拄仔讲千古不变的一个事实是啥物？当有权的时，迄个声音无细致，真容易就会大声。迄个权对教会来讲，有可能是啥物？有可能是咱教会聚会人数到某一个程度，咱就感觉咱有代表性。当咱的教会奉献到某一个坎站，咱就感觉咱有声音爱去表达，人都爱注意听。有可能迄个权是啥物？迄个权有可能是咱伫教会内底服侍职分，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是团契会长，我是小组长。嘛有可能是啥物？嘛有可能是咱的年岁，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搁较济。迄个权有可能是啥物？可能是性别、家族，伫社会顶面的头衔，我奉献偌济。真侪时阵，当咱无细致、无注意的时，这一切拢会渐渐变做咱的权。你权力伫咱的身上的时，无细致，咱讲话就大声。咱所讲的话，无细致，就成做迫害别人的声音。所以伫大众传达既然主义的时，实在要借着这段经文，搁一遍邀请咱看到伫咱整个教会发展的历史内底，咱不断将上帝声音传达给这个社会，传达给真侪人来去认捌咱的信仰的时，咱去传达上帝公义人民的声音，替真侪弱势来去因的声音，互人去听见的时。时代无共款，传达的器具无共款，却是咱有关掠条的是，咱爱降服伫上帝心意中来传达上帝声音，却是咱有关爱搁一遍来谨慎咱家己，是毋是伫安尼发展的过程内底，愈来愈侪权利伫咱的身上的时，咱无细致。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其实我们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咱来为着满足家己的利益，咱为着要满足达到咱的企图，咱的昂声来讲真侪话，却是这声音成做迫害、压迫真侪弱势声音。甚至咱嘛真昂声讲，伊都无出声啊，伊赞成啊。愿上帝圣神真正帮助咱，搁一遍好好三思上帝话，搁一明白到底伫遮真侪声音后壁传达的意涵是啥物？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话？咱要怎样来去传达上帝爱你我伫现今这个时代？伫你我教会、咱的家庭、咱的工作啊，职业的人内底，咱要怎样传达上帝爱咱真实传达的声音？
咱同心来祈祷。主，愿你看顾帮助阮。当阮成做你的囝儿，当阮领受上帝救阮的时，阮是有福气的人。但是伫这福气内底，真侪时阵，伫人的有限、人的软弱内底，真侪时阵无细意。当阮愈来愈有权势、权利，伫真侪要紧的位置的时，伫有限的阮，可能都无细意，阮的声音就愈来愈大声。伫这大声的内底，传达是阮要满足阮家己的企图利益。反倒当这声音，成做真侪压迫、弱势、困苦人，甚至当因哀，甚至当因无出声的时，阮用阮的权势来去表达，因是赞成的，因是认同的，因爱感谢阮来替因来出声。谢上帝真正恳求你的怜悯，恳求圣神真正帮助阮，伫阮的日常生活内底，伫阮的公司，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家庭，伫阮甲一切直接的人的内底，互阮真正伫圣神的提醒内底，互阮知任何声音，阮拢爱细意，互阮知阮诚做上帝拣选的百姓，阮真实就是爱伫上帝声音内底，听见上帝真实的教导，来传达上帝真实真国活的生命真理。恳求上帝你看顾保守，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读两摆。来请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搁要用伫要来的事报恁。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真理来的时，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搁要用伫要来的事报恁。约翰福音16章13节。三甲来用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44首，444首，请起立。主你的名何等清楚，永远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信，因别离最满无主宰，当今起故我心，为地花都是白。这主完美的调兵，当大干过高见，这主暗灵扰乱心灵，听心无来改变真根，能加呀sem为他，修补康复心灵，关心健康心多所行，做爱好因勇行，弥好心的愿着下心，加倍康康过护主命，常万无过失错，也看主恩咯。主你交代阮所有罪，无论单独做伙，烈焰刚定破釜一手，万万无天涯把永梦。
请坐。奉献请廖水芬执事甲庄捧仔执事。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本周的聚会甲后礼拜的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报告消息第一点，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特别派张延凯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张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二点，2025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1楼大门口的奉献柜，请兄弟家己来摕。若找无到这个证明的，请甲财务组的同工联络。牧区消息第二点，少年团契4月22日拜三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要邀请谢耀庆兄弟来专讲，宜山水甲郑宇水，请客友来参加，有准备午餐。我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遮个朋友。第一，因是建长老甲建宏兄的阿姑，互咱来欢迎温宽容姊妹甲温冠秀姊妹，欢迎。请坐，欢迎恁。哦，表姐，哦，好，表姐，好。好，安尼即是咱来公道，咱第一项为着世界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互咱嘛为着世界咱教会逐项事工来祈祷，咱嘛为着咱带院的兄姐文主姐，伊伫带伊的迄个
应该是骨刺对着神经，需要开刀，咱为着伊祈祷，为着你处理疗养的神五兄、燕纯、应轩、林水长老、以礼、慧玲姐、秀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方梅姐。顺成兄、丁友兄、明理姐、道明兄、阿菊姐来祈祷。那么为着今仔日所听见的大众传播主日的遮个奉献主要咱替因来关心、来祈祷，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祈祷。主，阮原本是不配的人，总是你的十字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直接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带领，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有兄弟姊妹伫大医准备开刀，也有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的，接受逐样的复健治疗的。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无论是阮的遮个宣教的事工，也是教会遮个教育礼拜关怀事工，恳求你拢来带领，互阮兄弟姊妹，也是遮个社区的朋友，透过阮的服侍，会当搁较认捌你，也会当甲你进一步建立关系。阮也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的大众传播的遮个事工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互兄弟姊妹透过逐样的媒体，阮会当来认捌你。阮也为着遮个媒体来祈祷，恳求你使用遮个福音的遮个媒体，互因所传达的消息会当透到即个世界，互世界真侪需要的人会当来听见。主，阮也要为着阮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帮赞遮个宣教师，互因伫无共款的所在为主来宣扬福音，也保守因甲因全家的平安。也为着阮的台湾，阮所徛起的土地来祈祷，帮助阮即片土地会当伫你的公平、你的公义、你的听的下面，互阮台湾的同胞，佫有较侪人会当认捌你，也互阮会当勇敢徛起伫即片土地。主，阮也要为着世界祈祷，做战争的所在，恳求主你的公义、真理也会当降临，会当伫即个世界来实行，互你的国会当伫即个世界亲像伫天里。主，阮也要将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恳求主你来带领。心灵会有忧伤的，恳求你来医治；身躯欠安的，恳求你甲因治治。也愿无论做甚物代志，恳求主帮赞，互阮会当掠你的旨意来做头前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伫上帝平安内面，咱做伙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弥补主的应用，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应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时来吟圣诗402首，吟诗后请陈牧师来祝祷。阮求主恁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阮求你甲我带顾保护，若是我言行欠你是正，让我答应遵守你诫命，因为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